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啊，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头拄啊，咱伫咧讲主题戏。以早无迄个职业的戏班，咱若要写神做戏，拢嘛共庄仔内，大家家己叫咧。你做小生，我做小段。好啊，你做老生，国情啊，你这做三花就好。大家拜拜咧去妈祖境口做互神明看，尤其伫宜兰歌戏起源地，咱讲永过连舞台都无，讲这叫做落地扫。较早落地扫老歌仔伫咧做学者专家研究出来，讲歌戏有四大出，这国情啊毋免加讲。其中一出就是咱顶日讲无完的单衫五娘。煞毋知影讲伫咧上元节，单衫骑白马去到艺高花灯，安尼遮闹热的街面，看到讲竟然好个人的厝内一个小姐人啊，一个姑娘生做娇姿绝色，用手帕包奶子拼落来，袂说当作定情之物。想无步，探听甲讲，因即家咱专门咧请一个磨行的老伙啊，或者李公伯啊，前去问啊，讲李公伯啊，当要安那？我定咧磨行。嘛毋捌看到讲黄家的姑娘啊，敢有影水甲安尼？你讲白啊，你都毋知咧。伊迄是柳叶眉、长光片、大鱼喙、下流气、头毛亲像讲段诗。你遮够形容。咱古早人，咱古早的台湾话咧，学老查某囡仔生作水拢嘛安尼讲。若安尼吵起来，观众朋友吵起来写情书，可能袂歹。你正经啥着伊呢？都是安尼。搭要安那？你讲白啊，讲安那安尼足简单。你即只白马卖骑啊，你换来担我即担囝担，阁有啦。你穿即领银衣好野人，穿即落遮水的衫，卖阁穿啊。换我即领粗布衫，去因兜家无伊要磨行。哎哟，你讲白啊，磨行总磨，互你上高磨嘛半工。你煞袂晓讲，即个行甲无好金，无好水，无好点电，无张蹄拍家老甲讲互破。讲互破要安怎？讲互破你着甲伊约束，你写甘愿字。啥做甘愿字？甘愿字就是咱即个古早人咧讲的啦。古早人讲的甘愿字，就是叫做同意书啦。未来台湾话所讲的同意书，你着提笔要写入约诗，条件互约莫相欺，拍破宝镜，无钱通赔你。我甘愿奴仆做3年，你踮遐甲做3年的奴才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什么款美人的心肝你挽袂着？观众朋友，今日开讲来到遮，咱嘛要未猜，国情啊，招你用电脑、用手机去找，头拄咱所讲的，这条提笔要写入约诗的写配条，这歌戏条，找出来欣赏，找出来听看卖。阁有头拄咱讲为着黄家的水查某囝，才来磨行，互人叫单衫。那倒一团歌戏班咧做单衫五娘，定拢会唱着即条《见歌欢》，你有安怎去找出来听看卖咧？